现在继续来看这个俄罗斯侵犯着乌克兰，中国自头到尾拢点不爱来得罪任何一边，也毋过也是真关心全球制裁俄罗斯的效应。因为这场的战争拄好会当互中国来做参考，若是对咱台湾发动着战争，全球的制裁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另外这边，美国国会听证会，美国的财政部长甲副国务卿拢明确来表示，中国若是对台湾发动战争，或者是中国来支持协助俄罗斯闪避着国际制裁，安尼中国拢有可能都要面临着严重的后果。美国是希望中国为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学着正确的教训。欧美加强制裁俄罗斯，希望讲互普丁痛甲会揪手。不过欧美出招同时，中国真关心每一个制裁可能产生效应。看在欧美的眼内，中国伫看，万一未来对台动武，中国可能受到什么款的制裁？伫美国众议院听证会，财政部长耶伦甲副国务卿雪曼拢明确表示讲，提醒中国为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中，要学着正确的教训，唔通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更加免想要对台湾动武，若无会后悔。Am I to hear from you that you're open to all tools available in the event that China moves aggressively towards Taiwan? Absolutely. I believe we've shown that we can. In the case of Russia, we threatened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We've imposed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And I think that you should not doubt our ability and resolve to do the same in other situations. If China,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provides material support to Putin,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coordinated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not just in Europe, but throughout the world. It gives President Xi, I think, a pretty good understanding of what might come his way. 台湾唔是另外一个乌克兰，中国更加唔是另外一个俄罗斯。不过只要中国敢帮助俄罗斯，敢对台动武，后面的制裁一定有中国去感受到像俄罗斯这款的严重后果。而且日本媒体富士新闻网的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取消访问南韩的行程，将伫7月访问过日本了后，改来台湾，表现出对台湾的支持。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